데 단수소 믹스마 당 남긴 등기 열어라 아니 믹스면 농인다 믹스면 진짜 좀 미지방 뭐죠 간지 키워 주던 호로선 잡으셔서 믹스면 시골 진짜 第一句咪咩这位得千兼热西，这个咪原指的是第十成立，没是无，所以咪咩是无第十成立，那它是指了解无第十成立，了解无我的智慧的缩写。这哇是悲悯心，悲心。咪咩这哇指的是无缘悲，也就是了解空性的普特伽罗心绪中，以了解无第十成立之慧所直接摄持的悲心，称之为无缘悲。一呢是的是宝藏的意思。那我们讲说矿产，那个矿也可以叫 der。千是大，所以 der 千就是大宝藏。兼 resi 我们学过了，是观世音。咪咩这位 der 千兼 resi。第二句 j 咩 can be 汪波讲贝样 j 指的是 j 吗？就是污秽污垢的意思。那这边的污垢垢染呢，指的是烦恼障和所知障。没是无，所以只昧就是无垢。Kemba 这个词如果当成名词使用，要念 Kemba 就是智，也就是道的意思。如果当动词要念 Kemba 就是了知、了解、知晓的境遇。一呢是的，汪波这边指的是王者、最胜。这当中之最顶尖的意思。讲贝样它是妙音文书，讲字面上呢是柔软的意思，贝呢是威望、德望、吉祥。央可以当成元音，也可以当成妙音的音，所以讲贝样就是妙音文书、曼殊势力。姊妹 can be 汪波讲贝样。第三句港间 KB 珠间中卡巴，港间是雪域 K 八指的是智者，一呢是的。柱我们之前学过的是基柱，就是头顶。岩是装饰庄严的意思，所以珠间是顶岩。宗喀巴就是宗喀巴大师，宗喀是地名，巴指的是这个地方的人，所以宗喀巴字面上呢就是来自宗喀这个地区的人。那这边呢指的是宗喀巴大师。港间 KB 珠间宗喀巴。第四句罗桑扎比小布拉索瓦德，罗桑扎巴就是善会称，宗喀巴大师的名字。一呢是的，小是脚的敬语，拉呢是格位词，索瓦德是祈请的意思。罗桑扎比小布拉索瓦德。好，我们跟着达赖喇嘛尊者口传的影片再来复习。大家的名字嘛，明明是的真相是，准备我们这边样，看起开不出去装搞吧，路上特别少了少完的，明明是的真相是，准备我们这边样，看起开不出去装搞吧，路上特别少了少完的，明明是的真相是，准备我们这边样，看起开不出去装搞吧，路上特别少了少完的。刚才讲的是4句的咪啫嘛，现在我们来看5句的咪啫嘛。明明是的真相是，准备我们这边样，那看起开不出去装搞吧什么？没什么西锅菜，刚把西的名字呢西锅菜。다 디바데 두 번은 좀 사나다 사이드 주변이나 아니 무슨 나고르 세트 까방가 유빈자 가지고 좀 소리 비로 소원데 시주바니 상을 하발하던 모예메도 소원데 버데스다 현진 뉴베 연대日송 공부로 지도 예바데 제르무처럼 충보다 나와서도 마세 네버터나 제라마니日송 공부日송 공부라 인 세네 소원되야데 상을 하발하던 모예메 유권에 소원되야서 대인 말이
하면서 뭐 예매도 써왔는데 봐, 네, 제라면 성주인라. 五句的咪在嘛呢，头两句跟刚才一样，咪咩在为得千件热事，姐妹 can be 王波讲白样，再来插入对崩马律种在三维达，对是魔，崩是军队，所以对崩就是魔军。马律是无余所有的意思，种是摧毁破坏 ，z 是做的敬语，桑维达是秘密主，也就是金刚手，桑哇是秘密，一呢是的，达是主人。那后面呢再接最后两句，港间 K 比主间中卡巴。罗桑扎比沙拉索瓦的，这样子呢就是五句的密在嘛。好，我们跟着达赖喇嘛尊者口传的影片再来复习。知不知道朝鲜的阅读是这个为什么的断的高了大？好，下这个也为什么龙断给的？明明是这些现在是，前面前面我们下边呀。对父母的就是伤害的，康熙开别做就双高吧，老上茶杯小老少的。我们来看节车子嘛，宗喀巴大师持受尊的密在嘛。明明这边这些人是，前面前面我们下边样，对面七万就是七八枚，康熙开别做就双高吧，老上茶杯小老少的。如果要持的是宗喀巴大师持受尊的密在玛的话呢，在 Jime can be 汪波讲北养这一句之后，加上 do min 七哇种在切巴美 do 是时间，min 是非，七哇是死的意思 ，do min 七哇指的是非时死。就是寿命在还未尽之前，因为种种障碍而死亡。种刚才讲过了，是摧毁、破坏；贼是做的敬语。切巴美指的是无量寿佛，切是寿命，巴美是无量，所以切巴美就是无量寿。对面七瓦种在切巴美，然后呢，再接着港间 K 北之间宗喀巴。罗桑扎比沙拉索瓦德。好，我们跟着达赖喇嘛尊者的口传，再来随念复习。明明这边这些人是，前面前面我们下边样，对面七万就是七八枚，刚才开别做就双高吧，罗上茶杯小老少的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扎西德勒。